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介绍的是消防局的业务，咱要讲的主题是防御驾驶以及咱行动急诊室。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台南市消防局举办全国首创防务驾驶训练，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训，并且亲身体验车辆攀登模拟设备，一直车内体验正柄、倒柄之后，认为安装带保护，亲身体验更加有感觉，也呼吁驾驶人下安装带重要性。过牺牲了，我会晕吗？还是会？我觉得顺时钟比较重要。第二圈在做了顺时钟，顺时钟啊，顺时钟啊。对，我们刚刚有顺时钟，但是不管是逆时钟、顺时钟，我都感觉那个安全带保护到我。那我，对啊，身上的零件给它掉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哦，不习惯戴安全带的人哦，或者是说交通违规的驾驶的人哈，其实如果被抓到没有扣安全带，他们应该来受这个训练，来体会说安全带的重要性。那如果将来我们还有那个行有余裕的话，也可以让那个小学生，或者是说让这个学校的人可以做一些这边体验。哎，我现在有点晕晕的。啊，不是，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个人体验才重要。一般人吼，对着这消防局的业务吼，咱一般的印象的拢是听讲吼，拢拍火啦吼，这是上主要的。啊，搁有啦，就是恁兜吼有蛇走入去啦吼，啊是讲去拄着蜂啊啦吼，要掠蜂啦，要掠蛇啦吼。啊，这种的这个情形呢，咱可能拢会去想到消防局哦。啊，其实呢，咱消防局还佫有足重要的业务，尤其是咱今年吼，咱台南市吼有一个创新的业务吼。这创新的业务来其中吼，它拄仔咱已经有讲到，就是这防御驾驶啊，佫有行动急诊室吼。那么上面这个防御驾驶的上面叫做行动急诊室呢，这两个创新的业务内底，伊到底吼是安怎创新？内底有啥物内容呢？咱今仔邀请到两位贵宾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吼，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这两个业务哦吼。那么第一位是咱消防局吼，咱灾害抢救科科长吼邱渊明邱博士。主持人以及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抢救科科长邱渊明。第二位是咱紧急救护科科长谢荣仁谢科长，科长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拄仔咱一开始有讲到这消防局啦吼，当然咱印象较深的就是讲这个拍火吼，因为有当时我咧开车伫路面吼，听到迄消防队这个声，哇，我们都开始很紧张啊，赶快车伫对，会那个救护车或是那个消防车到底对哦，我们赶快要闪啊！是不是我们的车道哦？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开车的驾驶哦，说实在的，我们也会跟着紧张起来，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任务很紧急哈。那么拍火哦，当然咱是大家拢知影的这个业务啦哈。啊，搁有以前哦，有当时看到迄电视啊吼，咱消防局人去掠鸟啊啦，什么掠蛇啦，还是讲有蜂啦哈，这个好像也都是咱消防局的业务哈。啊，今仔咱讲的哈，这是咱较特殊的这个业务，但是吼，咱还袂讲个特殊的这个业务内底吼，咱先吼，互乡亲朋友来了解到，他都我讲的这个业务以外，还有其他的吼，咱下课人跟介绍。主持人，其实我们消防局捕风抓蛇已经是回归在我们的黄市长
的一个就是领导下，他在我们今年其实已经回归给农业局来主政，划分的比较细啦哈。对，就是未来在抓蜂抓蛇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委托更专业的人，然后来发包来处理这个区块。那我们消防的部分呢，就是专门在就是依照我们的消防法，就是灾害抢救、为民服务跟预防火灾。那我们这部分其实除了我们以前的这些为民服务已经不属于我们之外，我们现在已经更专业在着重训练。那如果是一般的勤务的部分，就是像车祸的救助，那以及像山难的走私啊，那以及是有一些比较特殊，像戒指啊，民众有时候戒指卡住了，那就会寻求我们一些到消防队来寻求用我们的破坏器材帮他来脱困这样。对，我这个戒指卡住也要找那个消防队来帮忙哈。那么在咱这个这个创新活动啊，创新的这个业务当中有一个叫做防御驾驶哈。那么这防御驾驶当然啦，一般听的这个名词其实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它的这个内容哦，是不是嘛？请咱科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了解吼。另外就是讲咱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动机来有这个业务这个防御驾驶这个训练啊？你就请科长。其实我们这近5年来我们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发生事故已经有159件，那很多呢。对，然后其实。我们统计下来大数据来分析，其实有超过80%的部分是因为我们闯红灯。那闯红灯会造成2个问题，就是我们消防人员本身的安全，以及用路人的安全这2个部分。对。那透过防御驾驶的一个训练，我们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万一我们消防人员跟用路人擦撞的时候，我们在消防车上或者在救护车里面，我们要怎么自我保护？那对于用路人的部分，当2个部分都很急速要冲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闪过它，来降低用路人的一个伤亡？是。那么我要爱了解的就是讲像今嘛咱在看电视的人，听到这个部分我们好像平常时我们也会有这种质疑啦，是讲消防车开足紧的嘛那么当然啦，咱用路人咱在路面在开车的人，我们也都很希望说把这个道路权这个消防局去使用了但是有时候不。应该是说不是故意啦我觉得不是故意的成分会比较高啦因为有当时驾驶人一开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可是讲他没有警觉到说消防车就在附近啦而且讲可能就是在那个红绿灯那个地方，因为消防车它可以闯红灯嘛那可能他对面的那个车道刚好人家有绿灯的时候，他们也没注意到的安尼有可能小龙就是撞在一起。那么什么种的情形较多？其实我们统计下来，因为我们现在用大部分我们现在的车子的就是挡风玻璃那些就越来越厚了。那再加上如果在开车的时候，他们会放音乐，所以可能我们在行驶勤务的时候，虽然有响警报器，可是他不一定能听得清楚，甚至说他没办法辨别方向。但是我们虽然是有行使的一个优先权，但是我们并没有绝对权，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像我们现在消防局长，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特地就是只有6都，就是我们率先来示范，我们消防车跟救护车部分遇到红绿灯，我们要先停止，然后缓慢的前进，要响警报器，这样让彼此更加的安全。恁家己嘛是有恁的训练啊，是讲恁的交通规则啦，就是讲像多咱科长讲的恁到红绿灯，你们也不是说直接就冲过去，还是要停看听啦就是讲稍微注意一下四周的这个车子的方向啦因为虽然是你们恁较大，但是不是上大还是要尊重别人也是说有当时开车的路面的人那个驾驶人他不一定随时都在注意说有没有那个消防车在附近或是有救护车在附近所以就是说大家互相注意你们更要注意啦那么在这个部分就是讲咱消防对这预防驾驶咱大部分是针对什么种的对象来训练？我们大部分就是有曾经，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跟主任说过，就是我们159件这5年来，那其实这
有一个数据还蛮有趣的，就是大部分这159件，然后虽然是闯红灯占了8成，可是大部分驾驶者，就我们消防人员出车祸驾驶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比较居多。就是他们也是蛮会横冲直撞的。对，因为反而就服务一定的20-30年哦，他开车的技术可能也比较纯熟了，再加上他也比较不会那么听到警报器就血气方刚就横冲直撞这样。就是讲吼，他多咱在讲这个行动，这个防御驾驶，然后这些防御驾驶其实它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啦，但是一般人还是不太清楚哈。但是咱这短时间实施，然后我们这个成果上，或者说您的心得是什么会？因为我们主要这个防御驾驶训练就已经培训了差不多2个梯次了。那每个梯次都差不多150位以上。那对象其实就是有曾经发生过车祸，然后分队的车辆保管人、分队的主管、副主管，就是会比较常用到消防车跟救护车的同仁。那经过这几次的一个培训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有发现。今年这样培训完之后，我们的救护车跟消防车的发生的事故会已经有大幅的下降了。那有针对那个民众吗？对，有针对民众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的防御驾驶的观念，我们的市长也是希望说，这是我们第一阶段，是公部门的部分，然后也有结合警察部门、警察局的交通这些一起来上这个课。那未来的部分，如果我们有在开放这些防御驾驶的观念，我们也是希望民众能开放一些适度的员额给民众来参与，让他们也能参与了解一下，说万一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部分，还是说听到了警报器，他应该要怎么去闪避？就是说，针对咱家己消防局内底这个员工啦，训练啦，然后就是讲，它个渐渐的扩展到一般的民众身上去啦。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里面上的课程的内容呢？我们上课内容大部分是针对就安全带，因为在消防人员在被撞的时候，首先他必须要系安全带，因为有很多像我们有防御驾驶这个起因，主要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在高雄有发生一起车祸，2月的时候，那因为这样的车祸事故造成我们消防人员的伤亡，那有了这样伤亡，我们去探讨原因，其实很多我们在出勤的时候，有时候太急了，所以他并没有系安全带。所以我们防御驾驶透过这样，我们市长也有在体验。我们引进了这样的一个就轿车来翻转式，它可以让知道说，万一我们被撞的时候，安全带的重要性，那应该要怎么系，以及系的位置要在哪里。那它的安全带也必须要通过 ARTC 的检测这样。那么就是讲咱。平常时有印象啊，我觉得企业拢会那个关那个消防车有时候他们是一种回馈啦然后有当时可能有一些自己什么任务认知，或是说希望说帮助我们市政府在这一块来让发挥更加多功能啦咱用这个防御驾驶的时阵好像我们在企业界也很这个支持，行不行嘛？跟咱分享这一块好不好？其实很感谢我们台南乡亲就是经营很成功的企业家对于我们回馈我们整个消防局，无论是救护车或者是消防车，甚至破坏器材等等，都是有大力的支持。那像我们最近我们的一些助警器的部分，也都是玉皇宫这边也大力的支持15000颗。这个大的，无论从预防方面，或者是我们救灾的装备，甚至我们的救护的车子跟装备器材等等，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一直在回馈。是。好，咱讲到这个所在小休息一下，咱先来看这个影片，这个是我们消防局提供的嘛然后我们影片看完之后，我们再继续跟2位来谈。大哥，你怎么了？心红杂杂安尼，真艰苦。这样，那我帮你打119。好，谢谢。消防局你好，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喂，119哈，
我们这边有一位路人倒卧在路旁，需要一辆救护车。意识清醒吗？意识清醒。人怎么不舒服？他说胸闷，然后喘不过气来。请问他几岁？看起来大约50岁。有没有什么疾病？这不清楚哦。我们在平石园区这边是后甲2路跟平石2街的交叉口。好，我已经派遣救护车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谢谢你，谢谢，拜拜。我们是119救护人员哈，来这个来。好。OK， 三位你睇下，嗰啲而家我把你要睇下。有救护车即将送往本院。你可以去机器。开了。那么咱今仔日除了讲预防驾驶的这个业务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行动急诊室的啊。我在想，乡亲朋友呢跟我相像哦，对这两个业务都很好奇哈。那么其实呢，这个行动急诊室我听讲就从一开始到今嘛1年多的时间，好像做了很多功德啊哈。在今仔这个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咱谢科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哈。那么这个行动急诊室到底伊的内容哈，听到急诊室我们知道了啊，行动也知道哈，要加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好，谢谢主持人那所谓行动急诊室那顾名思义它简单来做一个定义，就是说，在以前我们急重症送到医院的急诊室的部分，他所做一些急救处置或是一些监测的一些医疗行为，那在我们的法令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把它拉到院前救护去做一些相关的生理真相的监测了那其中在107年7月份开始到截至到今年109年3月底的统计数据了我们针对那个急性心梗塞，所谓的比较严重的部分就是那种 STEMI 的部分，对心脏病那个要很短的时间把它救活。对，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每年的统计里面，其实在这个发生急性心梗塞的比例，确实一直都有在成长那我们也针对这一区块的一个急救处置那我们各分队在4月份的时候，今年4月份都全面配置的61个外勤单位，全面配置的所谓的12导程监测器那这个部分从107年的7月份到109年的3月份，我们总共的监测538件那其中里面的心脏疾病最严重的大概就是急性心梗塞嘛有46件那这个46件到医院往后，其实他们经过在紧急处理或是放上气球扩张术，然后
相关的医疗处置完后，大概都是很健康的出院了哈。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去推这样的急重症的一个处置呢？那在以往我们的救护到院前的救护的话，大概就是只要有关心脏的疾病，我们顶多只是维持他的生命真相，提供一些呼吸较不会像他的氧气，他监测也血氧部分。可是到医院完后，医生接手了后，可能去这到院临床的检查，那觉得有可能是疑似心肌梗塞或是心脏疾病的话，他会做心电图或其他一些临床的检查那当然这个时间就会拖到那自从我们推了往后，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往后，我们现在只要到达现场，那患者他主诉是，比如讲伊就感觉心脏拔拔安尼，个呼吸困难，迄感觉就是判断，有一个石头啊，对着迄个心脏安尼，感觉足歹喘安尼，这是较典型的症状那当然还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就是讲他有一些左肩一侧会痛、会麻这样子也有一些极少数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腹部的闷胀，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在前几天都有不明的一些打嗝，然后伴随就是胸闷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去了解他的相关的症状往后，我们研判就会跟他做12导诊的监测。好，那监测完后也发觉到机器会判读，那判读到疑似 STEMI 的话，其实心肌梗塞，我们会借用我们的医化平板，然后直接把这个心电图还有相关的生理真相的资讯传送到医院。那么第一时间医院接收到讯息的时候，他的值班医师就会做一个判读。那在判读的时候，在第二次的确认，假设是急性心肌梗塞的话，他就会启动他医院的心导管的机制。给咱查好病因你若讲要启动心导管的时候，你马上时间20-30分钟嘛，这样医生表示就不要浪费时间。对，那同时在启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同仁就是在监测完后就直接救护车前往医院。那这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我们会缩短医院在进行检查的这段时间，然后去争取这个时效。因为像心肌梗塞或者是讲中风这类他们都很紧急啦很紧急的状况就是讲赶紧送去病院嘛可是我们送去医院的这个路途有一段时间，尤其是一个拄着那个巅峰时间，有时候连救护车都会被卡呢那么在这当中，当然那个救护人员的一些训练会更重要因为因无法度去到病院医生直接给伊做治疗嘛那么在这当中，当然恁的那个训练就更要专业了像他都你讲的，有一些判断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没遇过，他们都不知道。你讲心脏的拔啦还是讲它会扩散到我们的背部去，还是讲那个都是跟那个心肌梗塞有点怎么讲，有点牵连的那种症状，可是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咱的专业人员因的有这个训练，那么在这当中你们要受训练的这个专业应该更多吧？对。那当然，在我们有 EMTP 就是高级救护技术员，还有 EMT2 中级救护技术员那相关的在临床专业上的一些训练，我们都会有去受这样的一个时数了那另外也有针对这种机器的操作，还有一些临床的判断。定期我们都会跟一些医院的指导医师、心脏科医师来做一个交流，还有一个分享案例的分享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推的话，其实在目前的机器里面，其实在操作上使用上是蛮简单的，然后他们大家接受度也蛮好的，所以在这个使用上的效率是还不错。就是讲这个配合科技嘛，因为现在科技进步较紧啦所以说咱来开5分钟到病院，5分钟以后开始治疗。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车内，你们就可以根据那个医生的判断给做适当的那个处置啦那么这些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救活的机会更大更高了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说，卡多咱讲的像这透过这个科技的这个就是咱设备上又要加强那么在这设备上，我们应该有很多部分在这个帮忙吧。有，现在就是我们机器现在它会下载 APP，那我们监测的一些心电图会就有我们平板，因为那就嘛救护前的已经不是那种资本去记录，大家都是整个平板医化，那就有平板我们直接传输到医院端的电脑系统，那电脑系统连接它打开图档就可以马上看到这个心电图的一个图档，心电图的图档，然后立即做判断完后，然后回馈给我们现场的
救护同仁，哦，来做一些适当的处置，然后送到适当的医院去。好，有当时哦，咱看那个媒体报道啊，有时候家里面有人刚好有紧急状况啊，打电话去的消防队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透过电话啊，你跟他做什么 CPR 什么回哈，然后也救活了一条生命啦哈。但是咱今日透过安呢，哈，这种这个科技啦哈，还有咱的专业训练哦，可以救活的人更多哈。尤其是哈，底下的生命哈，很紧急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啦哈。那么在这个部分，我知影讲，咱一寡这个团体啦，也就是讲企业啦哈，他们都很这个想要努力去帮忙这一块。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大园前12岛层监测的部分啊，在市长的大力支持下，其实有很多企业主啊他们蛮认同这样一个理念。那最近在2个月，我们就募集到47台，社会各界的社会人士或是个体户来做一个捐赠哦。那截至4月底，我们就全面台南市61个外勤单位全部都有配发这样12岛层的机器啊。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在进行的就非常的顺。那他说在讲的这2个业务的是讲防御驾驶训练，还有行动急诊室，这个都是我们在6都当中，圣公咱是在最前面开始做这个业务的。对，有关防御驾驶确实是我们6都，因为我们还有搭配翻转的部分。那大部分的直辖市在训练防御驾驶的部分都是只教你怎么去预防，但我们的部分是让我们消防人员怎么去自救。积极的啦哈，这个是比较积极的啦哈。今天你针对咱这2个业务啦哈，请2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我想呢，咱的乡亲朋友有概念，有这个一个影像了哈。那么是不是最后请2位哈，给咱做一个结语，好吧？那有关防御驾驶部分哈，我们未来会让我们普及我们整个53个分队的消防同仁更加的一个熟练。那熟练之外，其实我们市长其实很支持我们所有的一个消防局的各项的一个政策。那我们未来也有要训练我们的模拟机的一个成立模拟机的训练场所跟软体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已经在持续在规划中了。那势必也会让未来的乡亲在耳目一新一下。是，另外哈，谢科长也跟我们做个结语。好。科技的进步是无远弗届哈。那我们未来的话会去规划善用 AI 人工智慧系统，也就是所有我们这些心电图的判读，在全国它会建立一个资料库。那么这个资料库它建立一个逻辑性的一个系统，当我们把这个资料丢到AI 系统里面，它会自动去判读，然后回馈给我们。那这样子不仅说结合科技。那也不会让我们在人力上的负荷会更大，那是未来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生活咧进步啦，科技嘛咧进步啦，所以呢，咱整个社会拢爱对运用这些科技让咱的生活更加方便它也因为这些科技带给我们更安全、更健康啦。那么咱今日透过这个节目咱的乡亲朋友大概了解到咱台南市政府新的这个业务，哇，这个真的是很创新今天感谢2位来到咱的这个节目当中，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